這兩天哦，雖然風雨真大，也毋過屏東東流線哦，嘛是個照常營運，也毋過總是有5級的風影。這陣的旅客是講哦，實在是真嗨。初時開始哦，佇東港大坪灣舉辦的亞洲排球公開賽，落雨天哦嘛是照常來舉辦，對於選手來講是一個真大的挑戰。有民眾坐船要去小琉球佚佗，因為風影傷大，規隻船親像過山車，搖來搖去。只是對窗仔看到海影，頭就開始戇啊。這2日啊，低氣壓通過，全台灣天氣攏無穩定。屏東地區對初時下晡雨勢慢慢變大，就落幾暝。受到低氣壓影響，連海上風影攏有5級左右。要坐東流線的旅客攏有心理準備。大家說風很大，浪很大，我看到那個影片這樣子，有堵住。就是要。撐到那邊就對了。對。2米的浪，2米的浪。啊，你們有會怕暈船嗎？我們有吃暈船。在東港大坪灣，初時開始舉辦沙埔排球公開賽，有17個國家的選手來屏東比賽。原本因為歡樂像舊年遇到風颱，有提早舉辦，煞無想到這2天屏東落大雨，場地擱佇沙埔，風頭海影大，小可影響到選手的表現。主辦單位表示，除非有單雷公也是風颱，比賽才會暫停。第一個是打雷，因為有影響選手安全，我們一定會做一個暫停。第二個就是說，當比賽已經選手沒辦法去好好控制這個球，沒辦法讓比賽去做一個就是進行的時候，我們才會做停賽這樣子。昨天的雨量累計24小時，在我們屏東、恆春半島及屏東平原都有強延時大雨的發生。恆春半島最大雨量發生在丹路，24小時的雨量有176.5。潮州、離港、東港也24小時也將近有100毫米的。氣象署資料顯示，初六低氣壓通過了後，水氣嘛是高。後禮拜初八屏東地區會受到西南風影響，有短時間大雨，天氣一直到後禮拜攏無穩定，提醒民眾愛紮雨具。記者柯明在屏東報道。